三宝！不许动了！你找俺啥事儿？啥事儿？还是等到待会儿你告诉我吧。俺告诉你。你放开！俺自个儿会走。三宝，你咋来了？你说俺咋来了？你自个儿做下的事儿，还要问俺吗？娘真是瞎了眼，天给娘也瞎了眼。他们的一片苦心，难道就换来个恩将仇报？你知不知道，出卖八路就等于出卖娘，出卖天给他娘？你是不是想把他们往死路上逼啊？啥？上次来给俺报信儿的是天给他娘？亏你还有脸问，你这么做咋对得起他？这么说，你是替他们兴师问罪来了？俺是问他的良心来了。哥，你要还算是条汉子，你就跟俺回去，把你该担的担起来，别再拖累娘，拖累俺婆婆了。他们为你担的够多的了，他们已经撑不住了。你婆婆？三宝，你……对，俺婆婆是你把俺逼到这份上的，眼下你又把娘他们逼上绝路，你还是不是人呐？好，要打要罚，随他们。俺跟你回去。你不能回去。你回去那八路能饶得了你吗？你那不是等于去送死吗？那俺也认了。可我不能认，你回来是为了救我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。可活就得活出个人样。哥，咱走。给我站住！这里是军队，不是你们家，不能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今天俺就是拖，也要把俺哥给拖回去，要不然俺就一头撞死在这儿。好，那你来吧。哎，三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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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俺去死！三宝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还不如叫俺来。哥，你把枪放下，哥。今天，俺就用俺这条命，把俺欠下的都了了。你敢胡来，我就让你妹妹陪葬。还有你，你想跟你哥哥一起死？来吧！吕作，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哥，这个债是你欠的，你得记着，牢牢记着，记一辈子。三宝，不许动了！俺真是替娘跟俺婆婆打的，哥，在那个家，你是永远都回不去了。你照顾好自个儿，俺就跟娘说，你已经死了。
呀？一个都没找着。哎呀，俺得再去找。你可咋了？二哥他，主人媳妇，你醒醒，你别吓唬娘啊！你睁开眼睛看看娘啊啊！大胖娘，大胖娘。娘，娘，大胖娘，大胖娘。娘，娘，四宝呢？四宝呢？啊？四宝呢？四宝呢？主人媳妇，四宝在西屋躺着呢。主人媳妇，四宝，四宝，孩子咋冰冰凉？大爹，快把炕烧上，让孩子暖和暖和。宝的娘，快去呀！四宝，你别去烧炕去了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别光看，帮俺帮把手。你们替俺替孩子暖暖手，俺再给孩子暖暖脚。众人家的，你别再悟了啊！四宝他是救不过来了啊，你就让他去吧啊，听娘的。一会儿就好，四宝，一会儿就好啊！娘给你暖和，一会儿就好，有娘在。婶子，哎呦，哎，天给娘在不？草儿去找三宝了。啊。啥？三宝也不见了？哎呦，还谁不见了？哎呦，四宝也不见了。你说说，这事儿咋就一件接着一件的？你说，不成，俺得往那找找去啊！哎呀，真是。姥姥，谁不见了？啊，没谁，咱快进屋吧！啊，快快。
点热乎劲儿了。我说了，俺能提到屋过来。